来关心校园的安全，这是政治大学发生偷袭的事件。地点就伫今年这新设的性别友善便所内底，受害的查某学生发现了后，赶紧把便所门挡掉咧，唔互嫌犯走去。结果拜托同学赶紧报警察，警方当场抓人。警方到场时，现场被害女学生指述她在使用厕所时，忽然感觉后方有异样，转头发现遭人用手机拍摄。被害人立即冲出，并将隔壁厕所门压住，阻止嫌疑人逃出。随即请周遭热心同学协助报警。警方现场听完被害人陈述后，随即依被害人指称厕所门，将李贤当场逮捕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这个查甫人讲伊家己是校友，就住伫学校的附近。伊来现场检查伊的手机啊，所翕的影像拢已经互伊删掉啊。依法即马会查扣伊的手机啊，送监视要来还原，而且嘛甲伊移送法办。